大家好，我偉仔受到 Current Body 嘅邀請，試用咗佢哋嘅 LED 美容產品。咦，上次唔係講咗啦咩？冇錯，今次介紹嘅係佢哋早排新出嘅 LED 光療亮白胸頸美容儀。究竟呢部美容儀器佢嘅原理、特色、使用方法、偉仔用法、優點缺點同上一代有啲乜嘢分別？1個月使用後嘅驚人效果、優惠碼詳情等等，今日都會同大家詳細分享。開始之前，歡迎大家追蹤呢個頻道，以示支持。事不宜遲 ，Let's go！大家家居保養，如果淨係保養面部嘅話，久而久之，面同頸就會有亮紫色，膚質嘅分別就會越嚟越大，頸紋亦都會越嚟越明顯，顯露得嚟亦都非常之尷尬。面部嘅美容儀器大家就聽得多啦，胸頸嘅美容儀大家之前有冇聽過呢？ Current Body 全新嘅 LED 光療亮白胸頸美容儀係一部完全針對胸頸嘅美容儀器。呢一部美容儀器接觸面同樣都係直膠設計，配合咗160個 LED， 以獨家嘅 Pillow Technology 技術去相嵌，以散射嘅原理確保皮膚全面充分咁樣照射到成個療程。同上一代嘅胸頸美容儀相比，呢部新嘅 LED 光療亮白胸頸美容儀增加到4款唔同嘅 LED 光，除咗有上次提及過嘅美白綠光 532nm、紅光 633nm、近紅外光 830nm， 仲加咗個全新嘅深近紅外光 1072nm。紅光係抗衰老模式，主要增加膠原蛋白生成、修復細胞、撫平幼紋同淡化皺紋；而綠光係亮白模式，主要擊退黑色素、舒緩泛紅、亮白皮膚，令到面同頸嘅膚色再均勻啲。如果有睇過上一條面膜儀影片嘅朋友仔，考下你哋近紅外光有啲咩用呢？唔記得啦，可唔可以講次啊？肉眼睇唔到顏色嘅近紅外光喺2個模式都會包埋，佢能夠到達我哋皮膚嘅筋膜層，即係我哋皮膚嘅地基，代表住無論我哋做緊紅光或者綠光嘅模式，都可以同時拉提緊緻皮膚，一舉兩得。紅光嘅抗衰老模式更加加咗全新嘅深近紅外光，更可以深入皮下10毫米，能夠有效解決胸頸位置嘅抗衰老皺紋問題。外形方面，呢個 LED 光療亮白胸頸美容儀係一個軟身嘅設計，可以覆蓋頸同埋前胸，配備咗2條唔同長度嘅魔術貼。而呢個遙控器同之前嘅面膜儀相比，多咗1個夾，喺操作嘅時候更加方便，隨盒附送 Type-C 充電線同埋防震袋。美容儀嘅操作非常之簡單，喺清潔之後唔需要搽上任何嘅護膚品，將美容儀固定喺頸嘅位置，長按開關，短按選擇模式就可以開始療程啦。每次療程10分鐘，療程後佢會自動熄機。官方建議每星期使用3至5次。而 Current Body 亦都推出咗水凝膠胸頸保濕膜，除咗可以單獨使用之外，佢嘅設計亦都能夠俾 LED 穿透。如果想效果加成嘅話，記得一齊使用啦。至於偉仔我嘅用法，頭1星期我都根據翻官方嘅指示，每星期3至5次，每次使用10分鐘，咁都冇任何嘅不適。之後我就增加咗使用嘅頻率，每星期用4次，每次就做2 part，總共20分鐘。一開始我會做我最中意嘅抗衰老紅光模式，增加完膠原之後就會做綠光嘅模式。不過大家記得因應個人嘅皮膚狀況，揾出最適合自己皮膚嘅方案。而我使用 LED 光療亮白胸頸美容儀嘅時候，唔會完全將美容儀緊貼頸部，因為我自己條頸咧比較肥，我用嘅時候都會留出少少嘅空隙，令到 LED 喺獨家嘅 Pillow Technology 技術之下，以散射嘅原理完全咁樣照到我嘅頸胸。不過試用期間，英國嘅天氣咧大約都係0至10度，所以最近我使用嘅時候都會先專注喺頸部。等天氣冇咁凍咧，就會連胸頸一齊用。之前使用佢哋嘅4合1 LED 光療面膜儀嘅時候，我就中意完全躺平去使用。至於呢個 LED 光療亮白胸頸美容儀，如果我係配搭埋面膜儀一齊使用嘅話，我都會完全躺平。單獨使用嘅話，由於佢設計係更加輕巧，我自己咧就中意繼續日常家居活動，繼續玩手機。另一方面，由於 LED 光療亮白胸頸美容儀一體成型嘅電線係喺右邊嘅位置，使用嘅時候有機會會側埋一邊，所以我用嘅時候就會將遙控器放喺右邊嘅褲袋，或者由於佢本身有個夾，就會夾喺右邊嘅衣服，就令到個美容儀器更加 balance。呢部美容儀器同之前介紹過面膜儀一樣，都有唔同嘅優點同缺點。如果相類似嘅優缺點，我都會輕輕帶過。今日就重點講一啲呢一部胸嘅美容儀嘅獨特優點缺點。首先啱啱講過，儀器嘅一體成型電線係喺右邊嘅位置，並唔喺正中間，所以使用嘅時候有機會美容儀器咧會側埋一邊。不過如果用嘅時候，好似我咁將個遙控器放喺右邊嘅褲袋，或者夾向右邊衣物嘅位置，咁問題就不大啦。第二，季節可能影響咗佢使用嘅範圍。
美容儀器嘅接觸面係以直膠為主。亦由於 LED 美容儀器使用嘅時候無熱無痛，咁冬天一戴上美容儀嘅時候咧，心口位置係非常之凍嘅。如果冬天太凍，唔能夠忍受個凍感嘅話，我自己就會做住頸部先，絕對唔可以停低美容嘅步伐。等天氣回暖嘅時候，胸頸再繼續一齊使用。第三，呢部美容儀器嘅接觸面同之前嘅面膜儀一樣，都係以直膠為主。大家記得用完用無酒精濕巾抹乾淨之後，放返入官方提供嘅防塵袋，咁就唔會黐塵啦。放入防塵袋嘅時候，記得溫柔少少，因為美容儀器非常之輕巧，如果唔係就有機會損害機身啦。優點方面，首先美容儀器使用嘅時候同樣可以解放雙手，使用嘅時候仍然可以繼續日常嘅家居活動，例如上網、睇書、打機等等，非常方便。第二，遙控器重量有所改善，可能之前有用家反映過面膜儀嘅遙控器重量，所以今次胸頸美容儀嘅遙控器相對嚟講變得比較輕身，同時配備埋個夾，等大家使用嘅時候更加方便。雖然遙控器係細舊咗，不過經過偉仔本人實測，一個充滿電嘅遙控器可以使用26次，而根據翻官方建議，每星期使用3至5次，每次10分鐘嘅話，一個充滿電嘅遙控器仍然可以使用超過1個月，電量仍然非常之充足。第三，我認為額外嘅優點係物理上減少頸紋。偉仔，呢部胸頸美容儀器目標就係減少頸紋啦。你講緊廢話。美容儀使用嘅時候係需要箍住頸部，我好多時都會一邊使用一邊玩手機，不過會下意識個頭唔好耷得咁低，因為耷太低，除咗會增加咗動態皺紋嘅形成之外，條頸接埋咗 LED 就唔能夠充分照射，咁效果就會唔顯著。咁慢慢我就養成一個小習慣，即使唔用儀器嘅日子，我玩手機嘅時候都會下意識唔好耷到個頭咁低，減少耷低頭嘅幅度。物理上就放緩咗增加動態紋嘅機會，配搭埋美容儀持之以恆嘅話，就能夠令到頸紋快速有效咁樣減淡。第四，可以縮短家居美容嘅時間。偉仔，多一部美容儀器喎，點會減短時間啊？有用開家居美容儀器嘅朋友仔，可能都會同我一樣，有時儀器10分鐘嘅療程根本就唔能夠充分咁樣碌晒全面，好多時咧都要自己額外加時，例如10分鐘面、10分鐘頸咁樣。但係普遍嘅美容儀器得一個到頭，你要碌晒面同埋頸全部區域嘅話咧，就要確確實實嘅20分鐘。但呢部 LED 光療亮白胸頸美容儀係一部專門針對胸頸嘅美容儀器，令你胸頸繼續進行 LED 療程嘅時候，可以同時繼續使用其他美容儀器碌面，同步進行面頰同埋胸頸嘅療程，大大縮短咗家居美容嘅時間。我嘅頸紋除咗主要係家族遺傳，10幾歲嘅時候就已經有一條非常之深嘅火車軌掌紋之外咧，咁我以前都會忽略咗頸部嘅保養，覺得保養完塊面，雙手仲有啲剩翻嘅護膚品，就順便搽埋落條頸啦。但係隨住年紀漸長，發現頸紋嘅情況越嚟越嚴重，面同埋頸咧會有嚴重嘅色差，令我驚覺保養頸部嘅重要性。之前我使用咗 Karen Body 嘅4合1 LED 光療面膜儀，使用咗1個月，我覺得效果明顯，所以今次我試用 LED 光療亮白胸頸美容儀嘅時候，一開始我都係有信心嘅。有睇開我美容影片嘅朋友仔都知道，當我使用一部新嘅美容儀器時候，我都會影 Before After 嘅對比圖。普遍我影完 Before 嘅相之後，都會使用儀器1個月之後先至再會影翻 After 嘅相，而我影嘅對比圖都會盡量喺同一空間、同一燈光，盡量呈現最公平真實嘅效果。呢1個月我總共用咗呢部美容儀器38次，過咗半個月嘅時候，我每一日照鏡仍然見到我條火車軌頸紋喺度。嗰時我心諗，唔通今次美容儀冇效？如果冇效，我又唔想呃觀眾。即使呢條影片係受 Karen Body 邀請去拍攝，如果冇效嘅話，可能我都會叫大家千祈唔好買。不過當時仲未夠1個月，咁我都堅信家居保養嘅第一大原則就係繼續勤力使用。咁眨下眼就1個月啦。當我影 After 相嘅時候，我時仲心諗，唉，唔通今次我要執上交差，或者叫大家千祈唔好買。但係當我將 Before After 嘅相比拼埋一齊嘅時候，我當堂係嚇到呆咗。明明空間同燈光都一樣，只係1個月使用咗38次，本身個預期咧都可能只係得少少嘅改善，甚至係冇改善。但係當我睇完個對比圖之後，驚為天人，非常之誇張。明顯地膚色冇咁暗沉，皮膚薄嘅地方泛紅嘅情況亦都有所改善。不過最誇張嘅係頸紋方面，明顯地誇張地減淡咗好多，
完全超乎咗我嘅預期。呢部美容儀器嘅效果非常之出色，咁我之後咧絕對會繼續使用。而天氣回暖嘅時候，頸同埋前胸咧都會兩拍繼續使用。咁我強烈推介有嚴重頸紋嘅朋友仔，好似我呢啲情況咧，就非常之適合使用啦。至於唔適合購買嘅人士，對光療敏感或者有其他身體狀況嘅人士，例如使用咗酸類保養品嘅話，記得隔日使用。除此之外，懷孕、遺傳性眼疾或者使用咗一啲會導致光敏嘅處方藥物嘅話，有任何嘅查詢，記得聯絡返醫生查詢更多詳細資料。至於適合購買嘅人士，我歸類咗為4大類。第一類，低頭族。而家呢個年代，全世界手機不離身，而每一日嘅生活習慣絕對會影響咗皺紋嘅形成。如果你唔想你嘅頸紋一圈圈咁樣出賣你年齡嘅話，呢部美容儀就非常之適合你啦。第二類，已經擁有其他家居美容儀器嘅朋友仔，正如之前所講，將面部同頸部嘅美容儀器同時使用。當你好專注喺面部美容嘅時候，你嘅頸部可以完全無後顧之憂咁樣有專門嘅美容儀器負責，等你可以同時面部、頸部同埋前胸3個地方同時保養，大大縮短咗你家居保養嘅時間。第三類，淨係專注面部保養嘅人士。話說我有個朋友，唔係我自己啊，我有個朋友佢保養嘅界線咧係以下顎線為界，下顎線以下嘅地方咧佢完全唔保養嘅。咁久而久之，佢嘅面頰係非常之緊緻同埋亮白，但係頸部咧就非常之暗沉，甚至出現咗尷尬嘅膚色差。咁呢一部美容儀器就非常之適合呢一類人啦。第四類，移居海外嘅人士。Curabody 係個英國嘅牌子，香港之外，佢亦都能夠直送英國，甚至全球。對於移居海外，同時亦都想家居保養嘅朋友仔，就非常之適合選購同屋企人、朋友、伴侶一齊使用啦。最重點嘅時候嚟啦！而家使用偉仔嘅專屬優惠碼，喺 Curabody 嘅官方網站選購指定產品 LED 光療亮白空嘅美容儀、4合1 LED 光療面膜儀或者2部 LED 嘅套裝，都會享有9折優惠。想以最優惠嘅價錢選購產品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！咁今集嘅分享就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嘅問題，或者都想分享下自己嘅美容經驗嘅話，歡迎喺下面留言。最後歡迎大家追蹤呢個頻道以示支持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